这有咱人送啊，这阮一个阿姐送来，因着去做一个，爱石磨啊，牛啊，这个鱼卡，鱼啊鱼卡，鱼卡哪个鱼卡？卡伊喙较硬啊，卡，啊这。有包啊！要有包哦，我知。哦。啊，你拢迷你版的呢吼？啊，这当然这爱子嘛，爱子对不对？爱子嘛。什么爱子？电火条顶头。电火线，迄绝缘啦，迄绝缘的。绝缘。这有一个名叫做葫芦精。葫芦精。精。葫芦精。西精的精啊。你拢是，你看有无？咱高压线无安尼足济个呢，一圈，那葫芦精，迄我可以采个迄个去啊，迄个采地瓜吼，哇，叫迄个葫芦精，哦，原来迄个做葫芦精。葫芦精。葫芦精嘿。这是叫葫芦精。这爱子。迄较早拢德国进口啊咧。这较早的电厂，咱几啊个外口无 PVC 线，啊，看你厝的拢是全安尼。这是一厝，啊，佮一电火条迄是大。这火人无？大系厝较大。取火就取安尼。火汤拢有人讲。火汤。迄烘炉啊，这拢新的啦，反正都变成有名啦哈。啊，这落成个，这落。那盐就平的咩？你啊，这是要创啥？落成啊，落康。安尼讲。对。啊，我有真正还有迄个目枪一大堆，迄柴啊，做一堆，迄柴咱做一下收去哦。这玩具。你柴啊，可能甲你变卖尔，伊嘛袂晓。这泥三个字啊。咱讲迄新灯港写礼饼，新师傅写灶呀，礼饼就这个物件。礼饼哦。礼饼。再个一地，这两地，啊，再个一地。新师傅写灶呀，新灯港写礼饼。很难新本来的时阵，要表现很勤快啊，啊，所以人家礼饼在写。你看吧，新妇啊嘛。写灶遐啦。所以灶遐额头，这汤盘嘛。汤盘。啊，新灯缸诶。写礼饼，写礼饼。啊，礼饼是啥物？就迄地。迄地。啊，迄地是要创啥？这个无啥好写，因为这地拢定你地摊了，你金嘛无啥好写。哦，所以这个地长哦。布地啥？这是要讲。这真讲。表示很照片。这是雨衣啊，那当年种雨衣啊。哦，用布地做。啊，嘛是迄落啊，嘛是比较保暖的啦。你穿的这足够啊，较当足粗的。我实在一个客家朋友，我就是买这件衫介熟悉的。就是讲哦，啊，伊也有这阮外公他那个穿这件，迄穿较袂寒啦。啊嘛，就了爱冻好啦。这是布地衫。布地衫。啊，这是玩具行业三部曲。这是要创啥？玩具。这是什么玩具？啊，这个，这大油的嘛。大油的。大酒是来晒啦。大油大酒好像都差不多。对，大酒两罐。啊，米胎无，胎啊。好，伊里个有八卦。这无啥用啊，结婚利用尔。你领导有。这个结婚利用尔。米胎。胎啊。啊，这真个哦，这车机啊，这车机迷你版。这个车机。文机车机啊。安尼个插进较侪安尼。这一机头是25台斤啦，所以咱无。这哪有个25台斤无？不，这较是，咱较早较用的算，切下头12啦，12啊，切4下头。我的天！啊，你是录音哦，就是伊是拍照的。这切这个布地衫。布地衫。哦，这行路啊。啊，你一大堆这物件。我早就知道了啦。哦，这黄皮啊。黄皮啊，创啥？那甲它有喙啊。黄啊。啊，对黄啊。稻秧子。稻秧不是用迄个黄汤船啊？啊，放个这黄皮啊，再放个这汤船啊，汤船啊，这，三年帅。我切。哦，这好哇！对袂出去。你若无来摆起来呢？鱼人啊，拢会使。这你甲放个水，放个水内底，啊明仔载去收，还是下晡去收？
啊，这内底鱼啊，照鱼照袂出来，内底更少饲料。阮较早是定定迄落啊，逐工热天的时阵啊，就逐工拢有人安尼赚20个啊。啊，即摆这深坑啊，有当买的。哦。啊，这当水的无啊。自己去人去买还是去抓鱼吗？有啊，即摆有人咧去做，啊，即摆有的拢用迄个奶弄的，因为塑胶的。啊，你即摆甲台啊，正来插伫底啊，做会记号，明仔载去收。哦，啊，阮到转来乌才20个吼，啊，转来收几啊斤、几啊10斤安尼。啊，大概有鱼啊，即摆咱无鱼啊。对啊。只有刚刚开始看的，啊，明仔载收有鱼啊。对，伊内底爱放那个米羹啊，跟啊饲料。跟那个有的。差不多了。你看过。还啊，炸刀啦，迄这切草的。切草。咱即个草的收转来收。包青天。哎，炸刀。胡萝炸炸刀，啊，这就是，咱有一寡摕转来，有只有一寡是要啊收一下做肥料，啊，甲炸刀较底安尼较遐烂。炸刀。就是切稻草哦。而且炸稻草啊，稻草甲放，安对，因为这真耐。炸刀。所以那个斩头的跟那个胡萝卜应该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来，